英國國際食品飲料展是英國上大、上有影響力的國際食品飲料展之一。今年3月30日將在倫敦來舉辦。市府結合財經、台南優質的農漁產業者，有先轉國際、台南漁產運銷、冠南生物科技等代表台南高品質的農漁產品，將首次登上英國的食品展，希望拓展歐洲的商機。因為我們冠南深耕，就是急速冷凍技術多年，我們加工用台南特色水果加工的產品，我們要一起帶到我們的 IFE 展去。那我們也希望透過本次這個機會，有這個榮幸，能夠讓我們英國還有歐洲的其他的廠家，可以更加了解我們台南的特色水果加工品。這幾年台南市政府非常的用心，帶領的我們這些傑出的業者參與了非常多國際的這些食品展，那也把整個行銷通路那打向國際。那最近剛獲得的佳績就是參加了日本東京食品展，也超過了5億的一個訂單。那這一次首次要進入到歐洲參與我們 IFE 英國的國際食品展，那這是一個在歐洲非常具有指標性的一個食品展，所以這一次在農業局的邀約，我們台南市非常傑出的這些農漁業的業者，還有食品加工的業者，大家組成了一個黃金陣容的一個隊伍，要即將參與這個英國的這個國際食品展。那包括有相關的這些番石榴啦，我們的一些果汁啦、鳳梨啦，那包括我們有很多的加工食品，我們的黃金蕎麥，那可以說內容非常的豐富，那也特別選擇了歐洲人比較喜歡的一個口味，那希望能夠這一次在我們英國的國際食品展裡面，那大放光彩。這場的展覽將在3月30日到4月1號在英國的倫敦來舉辦。今年設置了台南館，以着台灣整體意向為主軸，進行展場的設計，希望融合在地文化甲着農業的特色，提升台灣農產在英國甲着歐洲市場的能見度甲着商機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